深圳共有10個行政區，每個區各有特點。你覺得邊個區最宜居？羅湖，曾經的市中心，深圳證券交易所、帝皇大廈、競技100、東門步行街都坐落在此，現在變成了老城區，綠化很好。福田，金融中心，政府所在地，也是金融 CBD 聚集地，生活配套好，是深圳地理位置上的核心。教育資源優質且豐富，擁有多所頂尖的中小學。南山，深圳高科技中心，科技產業、科技人才急需區，眾多科技公司聚集在此，如騰訊、中興、大疆等。寶安，深圳重點項目的規劃地，有大量的政府重點項目規劃在寶安市，深圳最大面積的行政區，升值空間比較大。目前外地過來買房投資的首選目標區為鹽田、深圳的港口和航運中心，中國的貨從這裡走向世界。這裡還有大小梅沙旅遊休閒地，企業很少，很多都是港口的配套設施。龍華，深圳地理位置的中心，北面有光明新區，南面有南山、福田、羅湖，西邊是寶安，東邊是龍崗，很多來生建設者上班在南山、福田，居住在龍華。龍崗產業多元，居住成本低，這裡有大運中心等地標，它是中國最大的製造業高科技公司華為總部所在地，光明製造業基地。光明的未來定位很清晰，世界一流科學城和深圳北部中心。坪山大工業區，比亞迪的地盤，工業化氛圍濃厚，但人數比光明多，密集度比龍崗高。大鵬是深圳人的度假勝地，比如著名的旅遊景點校長尾、大鵬古城、大鵬地質公園、楊梅行等景點，房價普遍都很便宜。